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为着要甲大自然带入去都市的生活，台中有一个社群团体透过网络烧蕉，伫校园内进行生态家园的建造。工班是一群妈妈、民众甲学校的囡仔，因委托搬石头做木工，利用校园捡落来的树枝、甲废弃的站板来起小茶厝、起户外灶骹、起宽坡菜园、起昆虫的旅馆。发起人房雅雷是一个妈妈，伊当时嘛是破门永续农法的绿色的战士。伊希望生态家园会当伫嘈杂的大都市找回人甲自然的连结，而且培养着小小的绿色的战士，为气候变迁愈来愈严峻的未来做好准备。每礼拜日下晡4点下课了后，是囡仔上欢喜的时阵。到底要玩火还是要玩木工啊？好难选择。这是课后的社团课，教囡仔要怎起生态家园。这是你们学校的桌子，对不对？对。好，这个桌子已经坏了，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废弃的桌子呢，我们来建造昆虫的家。到时候我们就是2块木板，做成一个尖尖的小房子，这样会吗？好。一个负责拉空，另外一个数螺丝，囡仔真熟练地操作，也电机机树啊画，嘛是计10种。好棒好棒！昆虫可以钻进去，所以就钻洞让昆虫可以住在里面这样。这树果是独基芳的厝，囡仔用杂草设入这个花盆，要替叶塞做一个收。这个是什么？对，这个是我们要给瓢虫住的。好。树仔顶落落来籽、杂草，佮用一寡派去的刀啊，一个古水的通台旅馆就完成啊。做了这些昆虫旅馆之后呢，到时候食牙蛹或者说瓢虫他们来的话，就会帮忙吃我们这边的害虫。小小一个通台旅馆会使创造生活的多样性，互囡仔种的花花草草、青菜更加健康。本来这是学校角落一块园地，顶学期开始，雅瑞老师带这囡仔用落来的叶啊、果子皮、剩的菜做堆肥，将炭种回土内，同时培养健康的土。这学期因要完成一个梦想，要用家己的双手建造生态家园。我一直很希望，就是每个地方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拥有能力可以改善自己的环境。那我们的孩子更要种下一个永续的种子在他的心里。地模下一个功夫地啊，这个房雅蕊不是学校的老师，是破门永续农法的绿色战士，也好做木，也好种，真好用在地资源设计生态。当因后生小学2年的时，伊就开始做校园的环境教育。已经持续6年，因后生毕业后，伊依然每礼拜至少有2摆到无共款的学校去教囡仔。第二国小是伊所在环境教育社团的第5粒种子。教他们挖水池，那孩子真的很厉害，他们2个半天就完成了那个水池。然后搬石头，石头它很重，可是孩子们他们不要用推车，他们宁愿就是自己这样抱一个，然后这样搬过来。哇，你好有力气哦！而且做完之后，他们就感觉到很骄傲，就是觉得说，这是我建造的。还有这些土是我们从那边挖来的。你有搬石头吗？有哦。我流这么多汗啊！很热哈。那还是要继续吗？然后做木屋，因为木屋比较是专业的工程部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只让孩子做打磨跟上漆，怎么样把堆肥土跟这些落叶啊、木屑这样混合做成种植床，这样都几乎都有参与了。很当中会看到很多的生物在土壤里面，他们就会发现说，土壤不是我们一般想象就是一堆尘土而已，然后反而是里面有很丰富的生态系统，也有很多的动物在里面。他们说他们没有看过除了照片上的青蛙，所以真的看到青蛙的时候又怕又爱的，因为青蛙会跳，然后一跳它就惊叫，就是还蛮有趣的这样。伫规身躯拢是土化叫声中，囡仔将本来园地用石头、树瓦做成一个疏干的菜园啊，甲泥顺的芳草园，应用竹啊起这个雨水收集系统，做成室外灶骹、生态池仔边，有因做伙起出来的亮点啊。孩子们跟着雅雷老师，然后开始搬砖头，然后搬石头，挖水坑，慢慢把这个地方建造好。城市的孩子没有什么经验可以看到那个蔬菜长大，
他们在这个城市里面，他们就可以自己亲手去摸到土壤，去看了小菜变成大菜，到可以食用。我们也希望全校的孩子都可以利用这个场域去结合他们的自然科学去做教育，所以我们会规划请自然领域老师进来。这个是什么？没吃过的举手。一般自然课拢是伫教室内面看相片，想讲大自然是什么模样，不过有这个生态感了，自然课就活起来啊。就是薄荷在哪里？好，来我们看看，薄荷在这边啦。来，那个老师说一下，这个薄荷在种植也很简单哦。这个只要剪下来插在土里面，它就会再长出来。而且唔来使看到食物生长的特性，用手去摸叶啊有无共款的感觉，偏偏呢，佫有无共款的香气。有没有吃过清健口香糖？有。我告诉你们，这边有清健口香糖的味道。这些哦。你来摸摸看这个，这个叫薄荷，摘一片薄荷跟一片甜菊。小心，混在一起啊！对，混在一起吃，甜甜的，但是它是甜甜的，对不对？有没有甜甜的？因这是无农药的芳草，这个菜园啊，甲学校看到这阿妈头花园无共款，拢是自然的栽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树状围吗？因为学校常常会有修树枝，对不对？那这些树枝我们会怎么处理？丢到那个焚化炉，或是垃圾车载走，对不对？那就变成一个垃圾了。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把它留下来，变成学校的种植床，那它就会变成是土地中的营养，因为它慢慢会分解，它就是自然的材料。就这样而已哦，你不要越喝越好。如果说我们开始让孩子们真心的去感受到自然环境的美好，他自己就会产生爱地球、爱环境的一些心，然后去付出。看一下这个叶子上面的水，它不会流掉。再来看这边的形状，流掉。来过。今天这样子的上课方式喜欢吗？喜欢。在这边不用写重点。对啊。这样你记得住吗？而且还可以住，摸的比较容易记得住吗？还有嘞，你根本就没有比较深刻。用吃的。体验，还可以闻它，所以课本又没办法闻，课本就有课本的味道。要搭火箭炉跟煮的人举手。好，请你们去那边找小慈姐姐。这个讲是生态工园的成果体验，囡仔搬砖仔角，对老师做起火箭炉，要煮家己种的菜。我们用火箭炉，它是很节能的，然后只要用小树枝，现场捡得到的这些资源，它就可以燃烧。我们用这些现场捡得到的在地能源去煮出一顿饭，然后让他们感觉到我们原来可以这样子的方式过活。孩子们在家不可能有玩火的机会，可是我们在学校就是让他尽量玩。拨开。我还要，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对，太好吃了。因为他们种了这些植物之后，如果能够让他们亲手摘下、现场吃，那就很有感觉。我知道可以怎么养土，我知道可以怎么种菜，我知道如何把一个荒地变成是一个花园。那我们是希望说有更多的孩子，他们有这个能力，我现在就可以去做堆肥，或是我现在就可以去做一些环境改造的工作，让我们的环境可以更永续一点。2030年可能是水资源的问题，2050年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土壤退化的问题影响到粮食，然后甚至气候变迁的问题影响到我们的种植，都有可能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借由学校的场域去培育永续行动的领袖。因为地球暖化、极端气候是愈来愈强烈，因为未来会面临更加侪艰难的挑战。咱这做大人的人会使替囡仔做什么代志？眼泪老师伫都市中建造生态工园理念被听到，伫网络社群一日传一个，每到拜一，都来自各地无同款的人做参加建造生态工园。对，义务来这边帮忙，现有资源可以再利用的一个概念嘛。台中可以做成昆虫的家园，还蛮不错的理念。我论文题目是做都市居民的自然经验的，所有居民可以在都市里面自给自足，然后让他们体会到食物是怎么来的，这样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从小去让他去自然的去接触、看到、工作，让他身体力行，然后把这个观念带回到他的家庭里。其实我觉得这是可以变成一个种子，它可以影响到他家人，影响他的下一代。
因看到生态工园需要去较用的茶厝啊，所以讲木工老师早家己家师主动来斗相共。知影囡仔要学栽种真够种中药草的人嘛来啊！因将家己所学的灌溉伫这片土地内面，带入囡仔心内，为在地国小往台东国小延伸，目前2间学校正进行生态家园的建造。这个由民间社群发起的力量，真的时阵，敢会使用双手、用大自然，和因的落来叶啊、甲树尾来贴起来。真好加在有校园这个土地，伫都市中连接人甲土地情感，做回永续生活的机能。我自己是绿色战士。那我们做的是一个灾后重建跟减灾设计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在台湾，我们不要等到灾后了，我们再出来重建。我现在就要开始做减灾设计，开始把这些永续的技能推广到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孩子。小小的生态工园种50多种会使食的食物，是囡仔的室外走脚自然观察教育，是因的游乐场，嘛是探景永续循环的环境教育。若是积极减碳行动，会使传开未来囡仔的生活环境，就有希望啊！